喂喂，一二三，一二三，三，OK，这次应该 OK 哈。喂，一二三，一二三。喂喂，一二三，一二三。喂，一二三，一二三。야속하라
上绝对，我让我心归不平衡，我让对对明心。兄弟所教最明嘛，不免对是无需要的关，心嘛若开，就会看明，心比当家怎人无听？兄弟所教最明嘛。有情化作老母的相处，艰难时阵，艰难来行，偏免做悲不记忧愁。第五节哈，咱的条命是我对主教，耶稣基督痛快来听。望你的水，咱手来啊，河边归泪归边沙边。我们在这一节再走一下，因为我总觉得那个通过咱的这个我看一下，咱的调兵是讲最书架，然后对吗？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好像我都唱不太好，再走一节歌词就好了。好，那我就。这一节就好了，第五节。咱的条命是正做主教，耶稣基督痛过咱来听，公义的水，咱手来握，河边花蕊开遍山坪。
兄弟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个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真欢喜，每一工拢有伊会看顾，互咱会当平安。咱今仔日要三甲组织来敬拜伊，咱请牧师来会前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你保守阮众兄弟的身体勇健，保守阮出入的平安，阮感谢你。这个时刻，阮来到教会，以及阮伫线顶三甲组织，愿主你亲身祝福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伫今仔礼拜中间，阮甲你相拄，来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领受对你下来的祝福。阮嘛献就阮家己，阮的歌声，阮所吟的诗歌，拢真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看顾阮，保守阮，互阮伫那里得到饱足的美粮。愿献就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来团练咱今仔日诗歌第一首，咱第一首是411首，411首。阮的天父上帝，这首可能也是咱平常时较无接唱的诗歌，所以呢，咱等下练习的时阵，3节的歌词，咱拢来甲唱一遍，咱来唱一。即马请咱竖琴先甲咱弹一遍。首歹势625，咱人要行天路。这首诗歌有4节的歌词，咱等下练习的时阵，咱要团练第一节、第2节以及第4节。好，那竖琴甲阮看。天台
个月月圣诗475首，475首，上帝使者有做面貌。我想牧师特别拣选这首诗歌来做咱的月圣诗啦。吼，伫这个月当中，伫今年当中吼，我想咱拄着可能比永年搁较济的挑战较艰难啦吼。昨因为就母亲节过了，就无等于鹿港看四大人啊吼。昨特别等于看爸爸妈妈。中昼食饭了，下晡开车转来要转来台北。车开到关西休息站进前头1公里的所在，车就出问题啊！真紧的时间内底，车轨拢放慢落来啦。感谢主，四周围无车，我就开始但车过叮当哒哒，我就紧开去路边嘛。往路边移动的时候，后壁真紧就来一只高速公路的警察车。我想讲等下可能爱开单，故我紧先有法度离开到休息站才拍算。所以到了开的时阵，警车一直伫咱后壁。等下咱的车要入去这个休息站的停车场的时阵，警车伊就开走去啊。所以迄个时阵，警车应该知咱的车有状况，所以伊伫遐行咱后壁车会甲咱追撞，所以伊伫遐甲咱挡。入去到停车场，所以在停好的时阵，敲电话互袂使，因为袂使伫中部开收车场。我从情形讲话听讲车可能毋通阁开啊，安尼可能有危险，所以伫遐开始伊帮忙找保险公司。联络道路救援，道路救援的客服讲大约要30分钟至40分钟车会到。感谢主，真紧，到15分钟就来啊。嘛找歹一个，因为有时咱会看迄道路救援拢会产生一寡纠纷嘛吼，心内嘛伫遐等，拢是感谢主，伊找歹一个真客气吼，真专业的这个客服，咱就上车吼。高速公路嘛走真侪年啊吼，第一摆人甲车拢坐伫别人的车顶。转来到木沙，转来到木沙的时阵，车交互收车场。因为收车场离厝内无讲介远啦，其实行路嘛会到。毋拄吼时段有一粒冬瓜、2粒金瓜，佮其他物件。想讲要行路，搁来淡薄仔困难，搁甲太太。到这计程车司机来的时阵，我感觉是真好。计程车司机伊问我讲，我可能坐路段无真远啦，伊讲无要紧，无论远的伊拢愿意来迄落吼，嘛真客气吼。所以这个时阵，搁转来唱首诗歌的时阵，咱就感觉讲，上帝使者有做面貌，咱伫要安怎熟悉，可能伫咱顺境当中，咱会拄着；可能伫逆境当中，咱嘛会拄着上帝所差派来的使者。所以真正是感谢主。好，咱来串联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唱了咱就来进入礼拜。来。
来啊，咱着结跇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是有事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此时，咱来吟信诗第475首。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信诗第475首。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毋免窒息，无需要陪观。心目若开，就会看明；身边东行，展览无停。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毋免伫是无需要陪观。心目若开，就会看明；身边东行，展览无停。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有时化作老母的双手，艰难时阵看咱来行，显明慈悲，吐气忧愁。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化作父母独断其恋。地高自转，正做顺风，后悔天目主那亲。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有时合怀保养真理，有时轻声温柔安慰。头开心家，拆开肠胃。咱的条命是正做使者，耶稣基督透过花咱来听，讲伊的罪，咱就来学，和平花蕊铺开片山片。请坐。这是来启应啊，这是来主导文，咱三个来读主导文。愿伫天理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丢弃，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启应文第20篇，伫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第20篇。启应文第20篇，也是诗篇90篇。咱三个来启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还要造成。你互逃走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你用大水把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美梦。早起时发起来无成，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
阮的下手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路考优秀。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甲阮会孝顺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主爱。你互阮一生有偌大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亨通。这是咱来用信诗第411首，信诗411首，阮的天父上帝。阮的天父上帝，照顾阮过暗暝，搁使阮日光照伫新的早起。阮打白用心声感谢伫主你面前，恭敬来服侍你。请起来用全首。阮的天父上帝，照顾阮过暗暝，告诉阮日光照伫新的早起。阮打要用心心，感谢伫主你面前。恭敬来服侍你，主是万有天父，愿心无条件你，求你保护阮，心性肉体勇强，将你保下阮天。你日放心来受事，加添互你精强。主是三位一体，独一无二上帝，你救阮无限，受事完尽灵灵。你生命因光，大大显明阮中间，偏就世界到位。请坐。这是咱闭目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伫世界疫情严重的时，保护阮台湾有好的环境、安全的社会，互阮也有法度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你。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侪侪人无法度来到教会来听讲道来敬拜你，伫厝里透过网络的礼拜，有缘得到对你来的信息。互阮甲你的关系无隔断，阮知这一切拢有你的旨意。伫阮即个土地之前，阮感谢你保守阮，时刻甲阮同在。阮只是也摆咧阮的过失伫你的面前。阮伫即世间受到侪侪对电视、报纸、网络的消息影响阮的价值观，互人无爱相听，互相的攻击，讲毋好的话，互人跋倒。
求主你用你的话充满阮，求主你守护阮平安，疼痛清洁阮的内心，互阮甲你重新建立关系。求主你进入阮的心，做阮的主，互阮行出你的款式，疼痛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敖讲话，互人得到帮助，得到利益。顶礼拜，阮看见世间上犹有战争地动的所在。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你的子民还在丧失自由。侪的人破病无法度得到医治，富人人无法度来工作，无法度过自由的日子。求主你来保护因，求主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显明伫地面上，愿和平平安充满伫即世间。伫疫情严重的期间，教会还佫有侪的事工在进行。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生活营130周年的纪念册的标碑，伫网络进行的主日学等等。主啊，阮将所有的事工放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甲阮三角做工，引带阮、保守阮，兴起侪的兄弟，甲咱相同工。阮有侪软弱的肢体，求你来医治。武汉肺炎对全世界造成极大的灾害，侪的人失去健康，失去性命。求主你怜悯阮，互疫情得到控制，互全人类同心来对抗病毒。阮将所有伫地面上所做的，拢放伫你的面前，求主来继续来引带，带领阮来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这时，咱来读圣经。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节到第5章第1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第5章第1节。第新约第205面。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所以，阮无累志，阮的肉体虽然败坏，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活心。因为阮万年久轻轻的艰苦，是互阮正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因为阮毋是看伫所谓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谓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第5章第1节，因为阮知，阮伫地里布片的厝若毁坏，就有对上帝所起造，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厝，是永远伫天里的。读圣经到这。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献的诗是新诗375首，甲376首。你在外路的情，有
讲道，请本会黄传道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看袂到的是永远。各位兄弟平安。上帝用世间人的形式来警醒世间人的行为，只是有的人看有，有的人无看有。咱今仔要用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甲第5章第1节来甲咱透露的奥秘，来继续来敲吹上帝要互咱的恩典。咱若要用看袂到的是永远这个题目来警醒上帝伫疫情即摆疫情要互咱的启示。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你的施恩赐福，互阮通平安自在。伫即时，全世界疫情有较严重，无较减轻的严重的中间，阮台湾独独来得到你的保护甲看顾。阮确实，这是你对阮特别的恩典。阮的确得要搁较谨慎来顺探你的旨意。阮将煞接的信息强强仰望，求主引带带领，帮助阮正确来明白你的启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经顶面伊定来用真明显的对比，有当时也是真倒变的代志，也是伊的概念，来互咱搁较明白上帝真理的所在。今仔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16节，甲第5章第1节，就是一段真经典的经节，来帮助咱来敲吹、来探讨咱生命的奥秘。第4章16节，伊甲咱讲，因为安尼，咱无失志。虽然咱外在的人渐渐在衰败，咱内底的人却日日在换新。伫遮，咱看到的对比是外在的人甲内在的人，渐渐在衰败，甲日日在换新。17节，阮所受的即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是要互咱得到无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伫遮，咱就看到暂时搁小可的艰苦，来对着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就是暂时的小可的艰苦，但是咱比着的是无比这搁较大，无通甲伊比搁较大，迄个永远的荣光。18节，咱所看重的，毋是看会到的，是看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伫遮，咱对着看会到的、看袂到的，暂时、永远。第5章第1节，因为咱知，咱伫地上在大即个宝瓶的厝，若拆起来，上帝予咱天顶的厝，毋是人的手起的，是永远的厝。伫遮，地上宝瓶对着天顶的厝，所以保罗伊用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即个总体的即个概念，要来成做咱今仔日的比拼对比，来互咱了解。第16节咧，咱无失志，虽然外在的人渐渐在衰败，
毋过内在的人却是日日在换新。保罗首先，伊是用内在的人来对咱外在的人，所以伊要用内在的人来对外在的人，是要爱咱将咱的眼光、咱的注目，咱对外在来医这个内在。内在的生命比外在的身体加重要真济。外在咱看到的是咱的身躯，但是咱内底是咱用生命的光照。所以内在的生命是比外在搁较严、搁较重要、搁较重要真济。虽然拢共款属于伫身躯，拢是人所有，但是一般咱拢较注重看伫咱外口的身体，较无要义伫咱内底的生命。其实内底的生命比外口的身体是重要真济。检查大部分的人安尼讲，伊会当明白，毋过实际上咱会使看到，大部分的人嘛是较注重外表。这我看，这是咱一般咱的感觉。这是因为咱人类的有限，咱看袂到咱真正的需要，咱拢较要义，伫眼前的欠缺，所以保罗要照着衰败，渐渐的衰败，甲日日的换新，来具体，也要来彰显咱的外在的身躯甲内在的生命，伊伫本质顶面的无共款。渐渐的衰败是身躯，咱身躯的本质。虽然咱的身躯一开始伫囡仔的时代，婴仔生出来时，伊开始成长，成长到一段时间，伊会开始衰老。拄啊开始咧成长的时，即个婴仔咧成长的时，伊的成长力真强。但迄个时阵，咱人头脑还未发展，所以咱的灵命真弱，甲相对起来，生命力很强，那个成长力很强，成长，但是生命力真细，因为迄灵还未培养出来。但是超市咱的灵性的这个大脑的脑嘛，对身体一直咧发展，咧成长，但当时阵啊真细，无够有够个气力来做灵命的成长。但是甲你的年龄大到一个程度，身躯会停止，袂阁大。无人讲一直大变树安尼大，旋出去厝尾，迄无可能。所以150、160、170、180，拍篮球拍到2.2、2.3，可能上悬啊。所以伊就停落来，伊就无阁停啊。当然，即个时间停落来时间是个人会无共，但是咱头壳的操练，是一直在增加。头壳的操练袂因为咱身体停落来，伊就停落来。所以一直在增加的是伊增加咱产生咱搁较侪智慧来去面对咱身体拄着的艰难。所以渐渐衰败是身体的特质，但是日日换新，这是咱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所以渐渐衰败，甲日日换新，伊是身体甲生命的交替。这身体甲生命的交替，身体咧衰败，但是咱的生命咧日日咧换新。所以保罗伫16节，伊一开始就甲咱讲，咱毋免失志，因为咱有信心。咱的身体虽然渐渐咧衰败，毋过咱的生命是日日咧换新。外在生命衰败是看会到的，但是咱内在迄个外在身躯咧衰败是看会到的，但咱内在生命日日咧换新是看袂到的。真明显，若安尼互你比，你若无看到内在生命，若干若要比外在，你会要紧讲我外口偌强。但是若互你明白了，恁真明显，咱的追求，咱看袂到的迄个日日咧换新。
所以来到17节，拄啊17节就是对着暂时小可的艰苦，来对着无通比搁较大，迄个永远的荣光。暂时的痛苦是咱身躯，咱外在身躯的情形，但是永远的荣光是咱生命迄个灵性的状态。所以讲，身躯的痛苦伊带来，但是伊是短暂，伊会过去。但是这个短暂的痛苦，伊会甲咱带来迄个无通比搁较大的迄个永远的荣光。哦，你会知影这个痛苦会甲咱带来这个荣光。所以上帝要赏赐予相信伊的人，有得到永远的荣光。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迄个袂歹去的迄个花冠，就是迄个花地里头苦的花冠，袂歹去的，那是永远的花冠。所以保罗接续就是甲咱讲，咱并无关心看会到的代志，爱去关心迄个看袂到的代志。看会到的是暂时的，看袂到的是永远的。就是讲，咱毋免去烦恼，咱身躯咧衰败，因为迄暂时。咱爱较关心，咱到底咱的生命，迄个荣光，咱有日子在换新无？实际上，咱会知影，但是总是咱会欠缺，咱会束缚，咱会有限，咱也是较会看，迄个看会到的。这是咱圣经甲咱引出，咱来思考，咱要安怎来看来要紧迄个看袂到的。伫世间上，咱有足侪即个看会到的，到处都有。上介明显的就是厝，咱四界拢有厝，一栋一栋的楼仔厝。但是咱知影，你一栋楼仔厝，伊起搁较水，搁较大，伊若无教育素养的基础，这厝真紧会倒去。啊，这个教育个素养的基础，都要有专业的人来设计、来施工、来起造，伊才有法度来负担、来承担这个建筑物的重量。所以基础是做伫涂骹底看袂到，但是伊看袂到，伊是比看会到，不管你起偌水，伊比看会到的所在，拢搁较重要。若像花草、树木嘛是共款，咱看袂到的是根，看会到的是树枝、花草。但是咱会知影，伊的养分是拢对根来，根看袂到，但根比花草较重要。我嘛知影有真侪迄个果树，伊的树顶悬，涂骹顶悬偌悬，伊的根就偌深。哪像即款的树啊，伊的根愈深，伊伫涂骹吸收愈侪养分，伊的果，伊结的果，就养分的愈加丰盛，来帮助人类的身体。我知影伫迄个南太平洋遐。有真侪迄个水果有即个情形，因遐个所在欠缺，但因的水果对呢身躯的帮助足大，因为伊的根足深，去吸收所有养分。啊，咱嘛定来看到，咱定来讲冰山的一角，冰山的一角就是看袂到的，是比看会到的。你看顶悬铺一丝啊，下骹足大，看会到的是比看袂到的加细足侪，看袂到的加真大。啊，搁咱一个足明显的例，就是中国的长城，就是足好的例。万里长城是春秋战国时阵开始起的，啊，一国每一个朝代起的无同。咱即马所看到的长城是明朝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起初，迄阵所征收的，伊起来就是要抵抗北方的。外邦的攻击，啊，当然伊起甲足阔、足高，搁足悬，无军队拍会赢、拍会过，绝对无军队拍会过，会用拍破这个城池。但是明朝的末年，伊嘛是互清兵入关，灭了明朝这个帝国。但是咱也知影，清兵入关灭了明朝这个帝国，毋是清兵这个
这个女真自这个清兵伫东北的清兵爬过万里长城，还是拍破万里长城的门来攻入去的？毋是，是守城的将军吴三桂开门，互清兵入关的。这叫做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因为伊透过山去渤海湾去。所以讲，咱伫遮看到的，咱看到的是坚固的城门、城墙，伊攻袂破，迄咱看会到的。但是去互攻破呢，是迄个守城的将领伊的心思意念，迄个去互攻破的。所以真正的关键要紧的，毋是看会到的，还是在那个看不到的、看袂到的。所以，咱拄则安尼分享，咱有看到讲，看袂到的比看会到的加真重要。看袂到的比看会到的加真大，看袂到的比看会到的更加是胜败的关键。所以咱继续，咱来看耶稣安怎讲。人将这个种子也伫地里，伊暗时去困，日时起来，种子在布艺大长，伊毋知是安怎来安尼。土地自然生产五穀，大生布艺，后来土穗，最后是把穗。五穀熟的时，随时用黏粒啊来收割，黏粒啊是咧挂稻啊一种黏秸啊吼。因为收成的时到啦，所以咱才看到布艺、土穗、把穗。啊，这当然嘛看会到，因为把穗了，咱就挂稻啊了，咱就煮来食，就食去啊。咱当然嘛看会到，的确是看会到。但是咱看袂到的是这个种子，这稻啊，这个种子伫土呢，伊是安怎去生长，安怎去大汉，安怎去大长的？啊，遮尔细粒，一个种子待伫土里，爱着大做伊所种的种。咱定定咧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哪有可能讲种卜会生菜瓜？咱定定讲，哪有可能种卜会生菜瓜？啊，就是讲，你若种啥物，伊就会生啥物。啊，我自细汉嘛是感觉这是一切拢理所当然。这应该啊，这就是安尼啊，也无咧关心讲啊是安那安尼，啊是安那这种子就去，那会伫土骹，那会就补出来。所以种子伫土内，咱看袂到，啊这看袂到的呢，拄拄是上帝创造万物迄个奥秘的所在。好啊，所以保罗甲咱讲，咱爱要伊看袂到的，看袂到的。较重要、较关键、较大、搁较要紧。继续，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第1节，因为咱知，咱伫地上得大，即个布病的厝，若拆起来，上帝互咱天顶的厝，毋是人手起的，是永远的厝。那么，遮咱就看到地上的布病，甲天顶的厝，当然。地上甲天顶，毋是干那讲伊一个地上一个天顶安尼尔啦，伊是完全无共款的内容。咱伫地上，咱有是非，咱有判断吼，你对，我毋对，我对，你毋对，吼啊，这较好，迄较歹，啊有俗世，这咱叫做俗世俗嘛吼。啊，平凡的，是凡间的，这拢暂时的，这是拢咱看会到的世界。但是伫天顶。天顶无咧讲是非，嘛无咧你我论断，伊是属伫神的，是超越的，超越这个论断的，伊是分别为圣的，伊是永远的。但是这咱即马是看袂到的，所以讲天顶的布病来对着地上的布病来对着天顶的厝，就是讲暂时甲永远的对比。啊，咱知影布病是游牧民族，因逐草而居嘛，因对草啊、对水源在行，所以倒啊有主啊草啊有发草，倒啊水源伊就刷去遐，
所以因遮伫遮若水甲草若食完，因就搁跳起来，厝跳起来就走。所以这是地上的布病，啊天顶的厝。所以上帝是讲，咱伫世间的身体就是敢若布病，但是上帝要还的是天顶的厝，天顶的厝是袂拆一个，是永久永远的。所以保罗今仔日甲咱教导的，就是讲，咱要加关心去看迄个看袂到的，看袂到才是关键，是永远的，是上帝真理的所在。那么，今仔日保罗甲咱的教导，伫咱今仔疫情，伊互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咱会使来思考。要思考这个，咱会使对咱即期台北中会263期北中卫报，咱的台北中会议长树林教会柯成道牧师，伫第一版伊所刊的后疫情时期的宣教甲牧养，咱来小可思想一下。伊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啥物叫做正常的生活？伫过去这2-3个月，一般的少年人下班无搁去拍舞，无搁去餐厅你兄我弟，啊嘛无伫网咖伫遐咧上线，伫遐咧联系，直接倒来回家吃晚饭。啊，这敢毋是正常的生活吗？啊，是3个月前，久厝里的人才做伙一摆食饭，安尼较正常。啊，这3个月来，咱兄弟姊妹拢伫线上、伫线顶，咱参加侪聚会，包括咱的团契，包括咱的礼拜，啊，搁来看各台，有啥物造就的影片，啊，搁来写抄经句来接近主。啊，这敢毋是，就是正常的灵修的生活吗？所以咱即马兄弟姊妹伫祈祷嘛，较袂定来讲感谢主的掌权，互疫情较平和，啊，互阮转去较早正常的生活。即马祈祷较会用谦卑、甲真敏锐的心，真怜悯的心，咱要来敬拜，咱要来伫上帝面头前来敲做上帝的心意。啊，第二个重点是后疫情的时代，咱伫实体像咱即摆实体礼拜，咱即摆线上伫网络，咱嘛伫直播的平台，咱嘛共款，虚甲实共款咧交错进行，啊咧整合，虚的甲实的咧整合。啊，其实实体的聚会时，伊敢有互咱看到迄个心灵诚实的敬拜？实体聚会是实的哦，心灵身体的敬拜是看袂到，迄是虚的哦。啊，咱伫线上咧结连的时，伊互咱的兄弟姊妹咧讨论，也是咧彼此的熟悉，咧发言的时，其实互咱更加紧密，佮更加较紧活的结连。所以线上的聚会是虚的，毋过咱的人兄弟中间的分享，那亲密，这个是实的。那真侪教会福音队底选，佮下跪的学校，包括咱即马少年的夏令营，咱嘛即马伫教会咧进行，所以拢真热烈，拢真热烈咧进行。所以实体甲线上实甲虚的这个整合，检测已经成做是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模式。这个咱爱思考。所以伫疫情的当中，咱看到的是咱大家人拢挂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会距离。咱看袂到的是咱不知不觉的中间，咱的家人恢复了更较亲密。迄个亲情的相助，伫疫情的中间，咱虽然看到会友无多来教会组织，但是伫线上，
咱更较热烈的讨论，更较敬虔的敬拜，更较紧密的连接。所以，这个感觉是我伫这段时间2-3礼拜来，天父予我足深的感触。检测这嘛有可能是成做以后的常态，以后的正常。咱即马咧讲较早是正常，检测即马这是咱以后的正常，嘛无一定。所以讲，咱较关心的就是咱来看到疫情的背后，上帝予咱的旨意，是人甲人的中间，迄个过度的热切呢，咱是毋是爱小可降温？咱爱搁较敬虔，来甲上帝面头前紧密来结连，因为这个看袂到的，才是永远的。所以保罗会鼓励咱，毋通失志。虽然咱外在的身躯渐渐咧衰败，上帝会予咱天顶的主题，迄是伊亲身来去做永远的存在，也是基督耶稣所予咱的承诺，迄个永远的福乐。我相信，这嘛是咱众兄弟姊妹，咱大家的终极的愿望，甲终极的平安。各位兄弟，我的老爸伫8月18的暗时来过身。今仔日这则经节、这则经文，拄互我会通来祝福我的老爸伫煞接的路站的平安甲圆满。伫遮我要做一个见证，我要见证上帝伊美好的安排。3-4礼拜以前，我咧开始准备今仔日的讲道的时，我的老爸伊的情形还佫通维持，所以我的小弟细汉小弟嘛出差去中国办代志。但是伫迄个时阵，我咧准备的是上帝伊就赏赐我今仔日的见证，来要来成做我今仔日甲我的老爸上好的陪伴。所以伫来到顶礼拜拜2，我的老爸才进入迄个上尾的坎站。所以我深深感谢上帝伫即个过程已经亲身来彰显，来成做阮的帮助。虽然信仰甲仪式无共，不过我确信上帝会照伊的旨意来圆满我的老爸伫刷落去的引带。伫遮简单的见证，上帝的怜悯，甲伊施恩赐福。特别也要来感谢咱众兄弟、正中职牧师的带导甲祝福，来伫遮向大家献上我的感谢。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的慈爱甲怜悯，成做我的老爸最后的帮助。求主继续照赐你的旨意来保守、接续搁落去的圆满。感谢天父听囝儿的祈祷。特别我也要感谢主，你伫疫情的中间，赏赐予阮的启示。我知，我着要以关心伫背后看袂到的景象，看袂到的，才是你要赏赐予阮的永远的活命。总是阮拢有限，阮拢欠缺，求主保平，加添阮的气力，甲阮的智慧。阮渴望要成做你有路用的器具，求主引带带领。阮也要恳求天父帮助阮持续阮防疫的成果，早一日来度过疫情所有的威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是咱来吟信诗，信诗第625首，信诗第625首。咱人要行天路，咱人要行天路，应该日日进步。好打进前时刻无停，毋通心智冷冷。请起立来吟全首。咱人要行天路，应该日日进步。好打进前时刻无停，毋通心智冷冷。天堂门路大开，耶稣甲咱作对，互人活心解歹平衡，保咱伫白明前。天堂门路正直，咱行心着诚实，无贪世界自在富贵，无好事有连累。天路头到永远，咱行心着开阔，意义引带别人来行，大家通到天上。请坐，这是咱来备办新来奉献。当阮今日甲算小上帝恩典的同时，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因此咱来用心来备办奉献。防疫期间的奉献的方式有转账的奉献，甲自行收集后送到教会。接下来伫这段期间，咱的敬拜、咱的性命的成长拢无过长。
请坐。即是来报告，伫报告的内心，咱三甲来读即礼拜的经句。咱来读2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有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有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有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有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后礼拜圣工的分担，领袖是廖秀兰长老，司礼是丁玲娇执事，司琴是杨如玉姊妹，献诗是松富团契，司献是七家文执事甲周明祥执事，交代是七家文执事甲陈顺祥弟兄甲王丽珠姐妹，音控是李承勋弟兄甲施浩轩弟兄。后礼拜台语礼拜题目是听说，主理是黄文玉神学生，圣经信息甲启应的部分，请兄弟来参考。教会消息报告，第2点，小会公告，大团体恢复实体聚会，团体会同工需要考量会友的安全甲便利性，了后决定出开始实体聚会的日期。第2点，教会开始实体主日礼拜，期间请兄弟备办心。教会当时要备办各项的防疫的措施，梅花座的安排，人数的控制、计划等等，并会持续观察疫情的趋势，做调整。第3点，请兄弟参与各项实体聚会时，爱确实的遵守10连制的部分，戴口罩，维持社交的距离和加强环境的消毒，等防疫指引的规范。第4点，网络的直播的礼拜照常播出，若是无方便教会兄弟会当参加网络的礼拜，人数控制的部分，请大家来参考。第2点，野外礼拜的部分。今年度定伫9月26野外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已经交费用的兄弟礼拜了后，会当伫1楼的柜台找文宏长老来签名来退费。第3点，关心大道，本会园传道师的爸爸黄金田先生伫8月18暗时蒙主温调，年90岁，求主安慰保守，看顾遗族。第4点，新的同工的介绍，欢迎本会圣歌队新任的司琴许义丽姐妹来到本会的中间来参加来服侍。许义丽姐妹。咱欢迎你。第5点，少年团契的生活营，对早日22号开始，少年团契伫本会举行生活营3天，请兄弟来关心台岛。第6点，青年团契生活营伫8月28到29号，将于林山庄要举行生活营的部分。请兄弟为着此日的平安来关心台岛。补充一点若是要为领取父亲节礼物的爸爸礼拜了后会当伫1楼的签名来领取
集体交通大道的事项甲教界的消息，请大家家己来参考。牧师讲有。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无？这是咱内因刷一遍的诗信息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因时线请柯牧师来为咱来祝祷，请起立来吟。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活水伫梦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让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活水。伫梦雾暗暝，看见主的光。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